我估一提起波爾多，大家腦海入邊第一時間彈出嚟嘅一定係 Lafite、Latour、Margaux 呢一啲頂級嘅經典紅酒。但係你有冇諗過，波爾多最初其實係以白酒出名？50年代之前，波爾多有超過60% 嘅葡萄園係種植白葡萄嘅品種，主要係 Sauvignon Blanc、Semillon 同 Muscadel。咁究竟係咩原因令波爾多變成由紅酒主導嘅產區？呢一切改變嘅關鍵要講到1956年冬天嘅世紀大傷害，極端嘅天氣凍死咗波爾多將近一半嘅葡萄樹。喺災後重建需要翻新葡萄藤嘅時候，當時嘅酒農同市場風向發生咗改變，全球市場對紅葡萄酒嘅需求開始大幅增加，特別係英國同美國市場。而且酒農發現某啲嘅紅葡萄品種，例如 Merlot 喺當地適應力更加好，所以經濟價值喺當時睇落係仲高。到咗70年代，紅白酒嘅產量比例正式迎嚟黃金嘅交叉。紅酒產量首次超越白酒，演變到今日，波爾多紅白酒嘅比例已經完全反轉。目前大概有90% 都係生產緊紅葡萄酒，白葡萄酒包括乾白酒同甜白酒已經縮減到10% 左右。不過近年波爾多白酒正迎嚟復仇嘅時刻，由於市場上對白酒嘅需求上升，越嚟越多年輕人中意酒體輕盈、酸度活潑、雪凍咗嘅白酒。波爾多白酒風格更加切合市場嘅要求，好多頂級嘅名莊都重新種植白葡萄同推出新白酒嘅款式，質素同價錢都令人眼前一亮。今日 Wine So Funny 就同你講下波爾多白酒嘅復仇者聯盟，我就帶大家由波爾多白葡萄品種、主要嘅產區、乾白同埋貴腐白酒，仲有波爾多白酒之父，最後講下波爾多白酒喺未來發展嘅潛力。所以正式進入今日嘅主題 ，Let's go！ 波爾多白酒主要係靠三劍客為主，包括係 Semillon、Sauvignon Blanc 同 Muscadel。Semillon 呢一種葡萄適合做貴腐酒，酒體豐厚，帶蜂蜜、杏桃、橙皮同埋堅果香氣；而 Sauvignon Blanc 就負責提供清新嘅酸度、金骨、青草同熱帶嘅水果香；而 Muscadel 雖然用量少，但可以增添花香同複雜度。呢幾種葡萄互相配合，令波爾多白酒由極乾爽、清新曠茂嘅風格，一直到極甜、奢華貴腐嘅風格，變化可以話係超級豐富。了解完葡萄，我哋可以講下產區。波爾多白酒嘅產區可以分幾個層次。首先最入門級就係整個產區都可以生產嘅 Bordeaux Blanc， 係日常飲用級別，風格清爽易飲，性價比高，好適合配海鮮、沙律或者日常飲用。如果要高少少質量嘅白酒，就要瞄住酒標顯示更細嘅產區範圍。大家可以特別留意兩海之間生產嘅白酒，位於加龍河同多爾多涅河龐大嘅水體發揮咗天然嘅溫度調節作用。呢一種冷卻效應令到葡萄喺波爾多炎熱嘅夏天仍然能夠保持相對涼爽，避免葡萄過度成熟，保留咗優質白酒不可或缺嘅明亮酸度。兩海之間呢個產區富含化石嘅黏土、石灰岩，石灰岩賦予白酒純正嘅口感同標誌性嘅礦石風味，令到白酒飲起上嚟更加具立體感，可以話係價廉物美、性價比極高嘅選擇。如果講到波爾多白酒高階嘅選擇，就要講到 Pisani Léon 同埋 Sauternes。Pisani Léon 係全波爾多供應生產最偉大、最頂級乾白酒嘅聖地，產區名莊如雲，土質含有大量嘅石英、礫石，釀出嚟嘅白酒通常會經過橡木桶熟成，帶有極為複雜嘅礦物感、金骨、煙燻、草本香氣，陳年潛力超過20年以上。梅多紅酒喺1855年有咗1至到5級嘅分級系統，而 Graff 區喺1959年都有屬於自己區內嘅分級，分級只有1個列級莊等級，挑選咗16間頂級嘅酒莊評為 Grand Cru Classé。有別於波爾多梅多嘅分級， Graff 區嘅分級更加將紅白酒區分，有啲酒莊因為紅酒入選，有啲就係因為白酒而入選，有啲就紅白酒都被評為列級莊。大家可以留意下熒幕上嘅呢啲酒莊，佢哋都係波爾多白酒嘅標杆。當然仲有好多當年白酒冇入選嘅酒莊，質量都非常之高，例如 Smith Haut Lafite、黑教皇、Le Hefet Haut Brion 等等。總而言之 Pisani Léon 區內生產嘅白酒都係信心同質量嘅保證。Graff 區入邊仲有一個小產區 Sauternes 以做貴腐酒聞名，早喺155年已經有屬於自己嘅分級，分咗3個等級，包括係特等1級莊、1級莊同埋2級莊。我哋人所共知嘅迪金酒莊就係區內唯一一間嘅特等1級莊。好多人以為 Sauternes 只係釀甜酒，其實好多間名莊近年已經轉供乾身唔甜嘅白酒。Sauternes擁有完美嘅石灰岩、黏土同礫石土壤，好多葡萄園入邊都種植咗大量嘅 Semillon 同埋 Sauvignon Blanc 老藤，用呢一種頂級嘅風土嚟釀造乾白，實力都完全唔會輸蝕俾隔離嘅 Pisani Léon。以下呢幾支都係 Sauternes 區非常出名嘅乾白。Sauternes 出產嘅乾白口感通常都較為飽滿圓潤，帶一種獨特嘅蠟質、蜂蜜、白花、成熟杏桃嘅香氣，隱約仲可能捕捉到一絲屬於貴腐甜酒嘅影子，但係入口
完全唔甜，但係要特別留意嘅係，因為 Sauternes 區呢個法定產區專屬於甜葡萄酒，所有 Sauternes 生產嘅乾白酒只會用 Bordeaux Blanc 嚟標示。講到波爾多現代白酒，一定要提一位傳奇人物 Denis du Bordeaux，被譽為波爾多白酒之父。佢係著名嘅釀酒師同大學教授，最大嘅貢獻係大幅提升咗 Sauvignon Blanc 嘅果香表現同整體釀造技術。佢教導咗好多酒莊點樣釀出更乾淨、更優雅、更有風土特色嘅白酒。雖然佢喺2016年離世，但係佢嘅理念同技術至今仍然深刻影響住成個波爾多白酒界。最後我哋要講下波爾多白酒未來嘅發展。波爾多右岸其實係秘密嘅新戰場，聖埃米利安同波梅河呢兩個法定嘅產區喺法律上只能用嚟生產紅葡萄酒，而呢兩個區內嘅生產嘅白酒只能夠標示 AOC Bordeaux。其實右岸嘅產區擁有大面積高質量嘅石灰岩同黏土，呢一種土壤反而更適合釀造 Sauvignon Blanc。好多間名莊例如 Cheval Blanc、Florando 呢一啲名莊嘅白酒產量都極少，走精緻嘅高端路線，大家日後真係要多加留意。另外仲有啲白葡萄酒大家好少聽，因為近代紅酒嘅潮流下幾乎絕種，例如 Sauvignon Gris、Colomba、Ugni Blanc 同 Merlot Blanc 等等。喺2021年官方更允許引入新嘅葡萄白種，例如 Alfarino 同埋 Lillionia， 佢哋其實相當有潛力，只係差時間同有心人去復興同發展。仲有啲新進酒莊釀酒師唔理法規，佢哋寧願將酒款降級為 Vin de France， 即係法國嘅日常餐酒，只係為咗釀造自己心目中理想嘅白酒。更加好多時都會用生物動力法、自然發酵或者係陶罐陳釀，令到波爾多白酒更加百花齊放，喺未來發展更具吸引力。到時唔知白酒嘅產量會唔會超越翻紅酒呢？大家可以留意下第日波爾多嘅發展。我哋係 Wine So Funny， 今期講住咁多先，下次我哋再探討其他嘅話題。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掃一掃個 QR code， 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我哋係 Wine So Funny， 記得訂閱、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下次見，拜拜。